過去鳳德公園有個熱血公民大會，好冇？好，咁我哋而家就交翻俾我哋嘅司儀，我哋嘅儀式係點樣進行啊？
好準備，金箭一揮，開張紅圖大吉！有禮炮，仲有。遍地開花，人民力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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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遍地開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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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把手，唔該。人民力量，遍地開花，遍地開花。黃毓民必勝，黃毓民必勝，黃洋達必勝，黃洋達必勝。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遍地開花，遍地開花。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全取6席，全取6席。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全取6席，全取6席。打倒建制派，打倒建制派，踢倒偽民主派，踢倒偽民主派。人民力量，人民力量，遍地開花，遍地開花。下一個儀式就係切燒豬，有請我哋咁多位主禮嘉賓一齊切燒豬。各位嘉賓，黃毓民議員、黃洋達先生、陳偉業議員。黃毓民議員先，今日係5·1勞動節，我哋人民力量九龍東辦事處喺飛盤街呢度開張大吉，多謝大家支持。